亲啊，咱继续来讲这个高虹安，因为有诈领助理费的嫌疑，即摆是互台北地检署甲列做他二案，甲高虹安甲伊的前助理，也就是伊的男朋友来列为被告。好，来乡亲，咱来解说一下，这个检察机关在办案的时阵，会甲案件分做他二案、前二案甲诈二案。啊，啥是他二案呢？当检方认定有犯罪嫌疑，但是犯罪事实甲犯罪行为人无明确，也就是其中一个无明确，就列为他二案。高虹安这件案件，就是这款的案件，也就是犯罪无明确。高虹安早起特别来背会，讲互列为被告，并无代表互定罪，请大家唔通误会。所以今天呢，虹安提出来的交通畅行6计划，心情敢若无受影响，照进行政见发表。民众党新的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助理案继续咧谈，司法单位介入调查。北京已经完成分案，该含李前助理2人拢列作被告。检举人他今天有提出这样子一个告诉，那原告跟被告的关系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这样子成立的，并不是说目前的检调司法是认定有罪。虽然讲无扣定罪，不过高虹安案件已经从北检分作他案，代表相关证据还阁调查。啊，这规关以后了，敢若含助理拢无爱支持家己人。4册了，伫咧人面前讨论伊的助理案，是要到扣高虹安的卖种业市长到手动去。洪今天讲希望助理卖红罚50块。行程相当忙碌，所以我其实并不太清楚，我回去再了解一下。助理案这笔会继续烧向高虹安。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伫咧直播时讲，对新式的安伊的态度，和民进党里面党团总调郭建明改革。高虹安一人骗全国，郭文泰一人支持，是偌尼啊恐怖的新白色价值。宣后这个党会为台湾政治天际线中消息。未来其实是全台湾民众、全新竹市民来决定的，而不是柯建铭总召一个人说了算。选举剩8天，高虹安面对争议态度拢无变，外界嘛伫咧要助理案爱等到选后才会开始侦查行动，避免影响选情。